Hello，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外匯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6年4月1號。過一個月，中東局勢發展利好美元整體嘅表現。美匯指數3月份累計升0.9%，與大市敏感度比較高嘅商品貨幣跌幅比較大。澳元同埋紐元對美元分別下跌1.9%同埋2.4%。但係隨住今個星期特朗普釋出中東局勢降溫嘅言論，美匯指數喺今個星期二收市跌穿100嘅水平。中期而言，聯儲局獨特嘅雙重使命可能令市場對聯儲局嘅利率預期較其他國家同埋地區更快出現鴿派轉向，加上美國中期選舉嘅不確定性，今年後期或者對美元構成下行嘅壓力。可能有利近期調整幅度比較大嘅貨幣，例如紐元嘅表現。花旗分析員而家預計紐西蘭央行年內將會按兵不動，澳洲經濟容許澳洲央行繼續加息，而紐西蘭經濟受壓將會限制紐西蘭央行嘅鷹派程度，因此澳元對紐元交叉盤或者可以升至1.23。日元方面，若果美元對日元升穿160，花旗分析員預料日本當局將會入市干預買入日元，美元對日元可能迅速回落去到155嘅水平。長期而言，花旗分析員相信美國同埋日本息差收窄將會推動美元對日元大幅走低，所以花旗分析員預期嚟緊幾個月美元對日元將會回落去到150嘅水平。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嚟到呢度，下次再見，拜拜。